新台湾话陈列馆，台湾教会公报第585卷，1933年12月。作者林茂生。新台湾话，爱情、爱人、爱国、爱国、握手、按捺。爱情，照字解说，是相疼的情，总是较常用做男女相亲爱的情，亲像讲翁某的爱情。即句话的源头，通讲是对国语的愛情来读音的，甲英语的 love、affection、也是 sensuality、相当。民国的普通话犹原有底用。爱人，即句话袂用伫做动词解说做疼人，是名词，意思是所疼的人，就是男女相爱的人。照看是对民国传入来的，国语犹原有底用，大概是对英语的 sweetheart、lover 来直译的，国语犹原照字读音，叫做愛人就是甲恋人相同意思。汉文虽然有即个字眼，总是无相意思，亲像礼记，故之为证，爱人为大。论语，君子学道，即爱人，意思是疼人。爱国，即句话有讲义甲协议，讲义就是照字解说做相疼、相看顾，协议是生理人相交关的意思。语言是对国语的愛子来照音读的，讲义是甲英语的 favor 相当，协议是甲英语的 patronage 相当。讲义协议伫民国一部分犹原有伫通行。查考汉文犹原有即个字眼，总是简单限定伫讲义的意思底用，亲像优秀答任诸侯书，不属数日，玉面连载，其爱国之良，属下降之情深也。文例，时常爱受你的爱国，做生理人伫讲的。意思就是爱你常常来交关。いつも相変わらずご愛顧を願います。We solicit your continued patronage. 愛國，拄拄照字解說的意思底用。愛國就是疼國家，即句是對國語的愛國直接傳入來的，甲英語 patriotic 相當。現時毋若台灣，就民國也是真通行。總是即句話毋是新造的字眼，漢文對古早就有底用，親像孫越漢記，欲使親民如子，愛國如家。愛國即字也通甲別字鬥做複合名詞，親像愛國者、愛國者、 a patriot、愛國心也是愛國主義。愛國心、愛國主義。patriotism 文例，迄個人是無愛國的人。あの人は愛國心のない人である。he is an unpatriotic man。握手也是讀做握手，用三牽手行禮請安的意思。即句話直接是對國語的握手來的，就是甲英語的 shaking hands 相當。總是漢文自早就有即個字眼，用做表明親熱的意思，親像好漢書李通段，公武王達之，吉祥見強武異日，握手結歡。文例，伊愛我甲伊握手，彼は私に握手を求めた。he held out his hand。按捺，意思是帶路。即句話雖然是對國語的案內來的，甲英語的 guide 相當，也會做複合名詞，親像按捺者、按捺人、案內者、案內人、 a guide、按捺所、案內所。the inquiry office。文例，你有叫人甲你按捺阿無？誰か案内者を頼みましたか？
Did you ask someone to show you the way?